各位合作好面些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明珠。啲秋天請合適拿來食補嘅食材山藥，一直以來都有神仙食補嘅好名聲哦。雖然講啲沉入到儀式文化嘅台灣，山藥冇從米飯引入到呢嘅生活地度，唔過佢豐富嘅營養價值，相比米飯還較多哦。那我也愛嫌演員可以來搶搶，將米用瓜用安定認識。談講食以來嘅米食，有一些嚟搶無味嘅冬瓜，唔識談講麼？今日就睇到民族，跳下來去南投，連認識一個平民鮮美嘅山藥，含個口感又美又質樸嘅無味冬瓜哦。嚟哩！南投有大天子母嘅好名聲。比賽升旗嘅傳統市場，部分嘅外擺同樣保有日本時代嘅古樸，行入到仲下，藍藍嘅天，老長悠悠嘅山，交織出強柔嘅景緻。本人唔到啲嘅想愛跳下睇戲，自由自在嘅新鋪行啲啲度哦。我啦唔睇過啊，有到一道邊嘅，我來尋其中嘅手把樹，啊唔過看到一道邊看過去。當場全部都係，佢係投機手吧，而且真嘅呢，投機手啊，到底有嘅快餐咩應該上到天奶紅係，有冇要捧嚟咧？唔睇個當場都全部係你看啊，睇個按照，我來咧，我係民族，哇，唔睇個，點樣講啊？聽講而係中日嘅手把樹嘅專家，文中睇過。菜體行人，必修花手嘅技，本人神見食材嘅印象。太過有26年種手把樹嘅經驗了，所老記強教有關手把樹嘅名詞，一開嘴就講唔會說，當好老人分享一個心得，完全冇空鋪，係一個博士級嘅種手把樹專家。我為什麼我來到啲啊？我家路還有兩個投機手誒。你個手把樹都在到哪啊？啊，4粒片，看到同樣，每差唔多同樣，但是了反正是手把樹，山藥。兩期就係手把樹哦。係啊係。哇！而且看那個去地度當真咩？哦，唔過我要談個種皮人嚟講啊，像那個山藥啊，吼，佢家發完都手把樹，就是說佢啊，迄個冇老佢好好啊。管理的話，佢會亂上，嗰個上頭擺上嘅全部就像手把球咁樣嘅。唔係品種嘅關係啦，品種也不一樣，對不對？哦，也有手把樹，也有一般兩個就種嘅吼，係擺水乾嘅，所以係倉。手把樹冇擺水乾，所以佢直接上下嚟下，所以講叫手把嚟。假老離困啊！好，長在這裡面。在這裡。對。哦。加침투哈，佢冇奶就沒有養分可以吸收，佢就唔會太奶差唔多要15公分。15公分啊！佢也排那個水擺水缸，是冇一個下土，就15土左右。15土啊牛，可是佢按用多料到比我們根本不知道它長在哪裡呀！稍微規片全部都奶好臭少嘅都出啦。即係逼開來嘅時候才是不是？哇！你看奶凍鬆誒，我看到它好鬆哦。它鬆已經長土啦，香葉做唔得啦。香皂未做唔得。做香皂佢樹咩行？一般嘅時節，我哋碰嘅鉗起來，鉗起來。啊，香皂噴水機水都會流下來，一種長土嘅水分唔會停息。而磨鉗哈，直接磨鉗。落太熱，奶俾扎鐵，扎鐵，係啱扎鐵，佢扎省到唔會這樣，唔會行係。雖然手把樹是要當多嘅水來啉，唔過天窗嘅等等天時嘅濕度來做調整哦。韓國塑膠部位除咗做得每半日頭直接曬到，還可以有防止水分流失，然後調節奶牛濕度嘅作用。龐大嘅田呢，老一輩沒有留意少鐵地位，真唔會失鐵奶肉度手把樹嘅養分咯。加來加去，老輩啊，中東到投機手，為什麼不全部都種山藥就好嘅咧？因為山藥當好天氣啦，
必须要轮作。较好体力咯，咁样系嘛意思啊？山药给需要的微量元素较多了，营养中了以后种百香果，它营养种菜头安尼轮作，一直种山药它还是长不起来。哦，古说讲头家说啊，一个年也得佢冇按好体力系冇？佢需要的菜头的需要养分跟山药需要的养分冇同款。原来系安尼。古说讲也唔係當年都有诶，咁樣嘅話幾多年做得輪到轉來咧？大約係4年左右啦。哇，4年按長嘅時間，古說啊，本日嘅體內啊，體力老難用，恢復佢簡單嘅生產嘅能力，也係當重要嘅咯。按用了解過後，壓住嘅同時，我們來挖挖看好不好？好，我那個上完用嘅呢？好，我們水管在這裡哪裡。好，水槽在這裡，水管多了，不多了，都得採收。我們一般採收是這樣，看了它奶不會虧。佢動我糊糊嘅係乜解啊？有機肥。有機肥。也後邊的天水管啊！龜雞，很重哦，怎麼那麼大條的白傘呢？好大根哦！來按，躺着。哇，也太長了吧！應該先來一下來，也可以睇到了。哇塞，太神奇了吧！而且也可以了，好像種到樹頭哎。種嘅樣本來一個塊剪頭種落去，佢生藤上去。對，太藤上去。上一藤嘅頭，咁生嚟叔叔，生叔叔。佢生出來都要順風產出來過後，你做乜個機會地講我喺到水管地度咧？佢就頭先有人講嘅，我排水管，我排一個下土，滲土，有地心引力嘛，水走喺水路生起來，佢要停喺水路上講下。人家種長片，佢唔會停一行，如果上次要走到去長期地心引力較強嘛，水行一強，佢要較細條。佢都唔會按太條，佢上下夾，下細條，上沒有經濟價值。睇講用他人講下來啊，全部都係農民啊累積下來嘅一種智慧，順帶也嘅手把樹山藥佢本身嘅甜性，去撈佢用栽種，咁強誒！冇樣啦，冇樣。原來為了順利儲得太多嘅水分，加一個高台就是關鍵。特起會本手把樹上到長長長細條，加一度好長做得上到本本。故說手把樹田嘅整體就是動態嘅工商了。為了改變傳統野生手把樹轉到天涯下嘅生長方式，愛賣個呢，大鋪都有學問都地度哦。你下我已經了解一個手把樹山藥啊，佢係用嚟來生長，冇一下幫我來啦，聽主意好，可以嗎？好，條成家要。前了你情況呢？那個係做的嘢咧？哪一個？這個哦，這個好。多啲啊，掰開來，我先掰開來，這樣子嘅水槽先來。好，這樣子可以換我了。哎，有咯，可以。你有冇幫人弄團結吧？唔，唔聽睇你要團。切席，嘿哦，山藥切席，嘿，這冇簡單哦。對啊，你還刀工真勁，係了不起耶！現在用悠悠的像人家麵條一樣。不然弄團結吧？唔聽睇你要團，你啊插落去我都要作曉講，攝落去油泡，往那條線，係按你磨嘅時間，你直接它會拉斷，拉唔起來呢。好，那這樣子我可以幫你把它挖出來了。你拉唔出來，還是拉不出來嗎？直接用拉的，不行嗎？太重了，好重哎！再往後拉。還是要往後拉，不然會斷。
后拉，往后抬，这。太长了，那个山药好重哦！哇，还用撒狗哦？怎么那么大一只？不过啊，太公为什么头前要这趴趴的上面就是比较深的颜色呢？呀，蛮好改。哦，淀粉还唔拉。很嫩。系很嫩，市场有需要，我就抢手。啊，食材好改迄时阵是大概10年梅啊，12年、12年。哦，不是呀，9年变的，其实算较抢手啊。抢手，但是也买起来吼，3点钟过后，就要翻氧化是不是？一般头就切起来。好脆哦！听到那声音。淀粉哈，很密集的。对对。哈。有一件膜吗？膜。切像水泥一样。因为看嫩的管黑呢，它就比较白，而且没有像安用的淀粉看得到的啊。调节有淀粉较松，所以就较松安呢。适合煮汤，每只适合炒、沙拉，都可以。有按它的检查哦。太多讲，松柏树算是高糖、高卵白质又少油嘅五谷根广类主食，这个黏黏都同体嘅成分，本人看作係天然荷爾蒙嘅來源，做得調節內分泌，係保養品當中抗老化清強嘅哦。含個黏黏嘅成分，越多佢嘅品質就越好，係買嘅時節要注意嘅重點。第認識嘅松柏樹嘅學問，老菜樹過後，準備落去學做料理了。阿姐婆，咁呀，按從一條有上到嘅做法嘅料理嗎？哦，你啊，一重呢？係啊。我想講吼，用料吼，很油嘅該東西吼，來做一個套餐。好誒，讓你吃大餐，好不好？這有嘢特別年代用買嘅，個解嘅山藥落去啊呢。嘿。腌米肉太子，人家喊佢阿姐婆，親切擁起下，又對咖啡老料理嘅熱情老夢想。每夜必卷，對轉到屋卡，開起屋卡太細事情，用行通來指示。本日嘅南頭、開國嘅總頭，都係一份上難嘅好味鮮，老暗嘅香味。簡單嘅食材，才做得煮出清淡嘅料理。來松柏處理按用按胎的食材啊，大概是在我做青龍噶哈，才有那麼大。按胎條用來處理咧。來看吼，俩，一節，先把它搞小一點。對，先把它搞小一點。很脆吧？對。哦。他說那個什麼多糖體啊，要比較黏，嗰時候對較久味重安呢。切料哈，做不得用該一般的菜刀。為什麼？因為它會氧化，而且你用那個鐵刀去切的話，它的味道會被它吸收。那你用講完就了解了，會有那種一點鐵鏽味，比如說鐵味道啦，對不對？粒粒的嗰種米頭啊。錯。那我們切那麼大節啊，還是不能夠進行冷盤，那怎麼老給切中用來醃呢？你會先削皮。哦，而且啊，要種品種糖講皮係較薄的。咁你等下要切中嘛該醃的咧？哎，等它切絲。切絲？嘿哦。山藥切絲？嘿，這冇簡單哦。對啊。先泡。泡冰水。好。做得切絲哈。好。哦，滑溜溜哦。超滑的。冇好切咯。你看哈。好。呀，切。用切絲啊？切絲，按樣切。先切片。哎，先切一堆一堆耶。一堆。很脆的聲音，你看。啊，做乜要切絲呀？切絲吼，等它微細的時間吼，它蓬片啦，裡面它漿。哦，你看膽槍在周亞冷盤做沙拉的時候，發現因為給東陽對身體很好，沒錯。可是做料理的時候，反而是造成一種不方便，對不對？對啊。這麼黏。現在換我好不好？好。來，讓你試試看。好。因為是切這樣絲嘛，吼。阿姐婆，你那麼年輕就叫阿姐婆。對後生本人很多路誒，唔係啦，我孫呢一太可能呢。真的嗎？係啊，小學4年級的。我想講阿姐婆看到這一集會吃醋，
因为我只有叫我阿家婆家婆。嘿，亲近的嘛。对，那你堂都讲哎，你会很配你阿家婆，家婆会想讲，你会乱应阿家婆。你爱客家庄咩？嘿，客家庄。庄。都去家你那呢？家呀个山药处理都差不多诶，还有嘛该会切的嘞？等下有该哈，有机蔬菜。是我们这边的吗？是我们这边的，都是有机农的哈。有的青菜是园区里面的。哇，去家嘅豆边没有做？有。好棒！手把树有丰富嘅铁质，老佢切好嘅手把树，浸啲盐水落冷水地度，每半风吹到，又做得防止氧化变糊嘅作用。次次嘅青菜果子切底摆盘过后，但抢看就本人欢喜到奶唔得。另外呀，用菜天有機嘅膠筍，撈菜內面做嘅米鹽版，係阿家婆嘅創意版，簡單料理就做得有好味絲咧。它赶紧的煸炒其实很重要，有时候我们是拿个3层肉来煸香，可是我们吃素就老给用香菇。还有杏鲍菇，它就是代替了肉的。有那个乱拍色，你要做得用跳油，还有油，个不用掉水，冇加米酥哦，冇，你啊，吃起来比较健康这样子。一天空的东西哈，你看哈，个香味出来啊哈，稻香，按了不用落去，过了不用了散药，其实给就是做一百冰，对不对？做对了，锅里菜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盖面跳保一剪呢？哦，豆包末代替那个红葱酥。红葱酥。可是阿家婆像要到毕业港中人啊，照理来讲，较少黑色仔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吃的那么的清淡？为什么？该笋的啊哈，佢都会皮肤过敏。其他是都该鱼的啊，还有牛奶都会过敏，所以就为了笋的改变两个饮食习惯啦，就会安养些，没遐健康啦，比较健康，就是有机蔬食，所以觉得吃了以后啊，然后就是觉得好健康，然后他吃的很健康，你也很快乐，对我很快乐，然后就把这个健康提供给大家，对。相对自唔嘅愛，阿家婆點點嘅支持無途中出嘅菜天小農，看食譜研究料理，想好好做本不卡認識，攞konkr嘅嘅食材同料理分享本行卡度嘅人，有機挑包，次次嘅手把薯攞長菜做出來嘅手把薯米鹽版，食香味全部都有。沙拉臉上即刻調出來嘅梅子過後，夾夾來香酥食綠了。今晡日的山藥派菜呢，兩下就完成了哦，做得松做得平爽哎，做对了哦，而且阿家婆虽然要黑色仔吼，可是你看一种种东澎派耶，代表我们这边的天然美景啊，不应该真景之后讲身心灵都懂放松这样子，就是要让健康分享给大家。好，那就是对 NDT 就作为狼盘先开始试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过了加一系列嘅梅子、醋锅梅子冻落去，先来试那个快餐。你还豆工真劲，还了不起耶！现在用悠悠的像人家面条一样。真嘅按好先嘛，係啊。吃到海伊的感觉啊，好像都是吃在重重的面条一样，滑滑 QQ， 脆脆的感觉。然后但是稍微的梅子冻啊，酸酸甜甜。软软嫩嫩的，还有那种夏天的感觉之外，要跟酸梅呀，吃落去本身有种开皮，马上就很想吃饭这样子。而且俺兄弟刚刚讲，用要看嫩姐，看脆，真的很脆耶，真的很脆哈，很好吃，很像吃水梨一样。虽然讲已经切好些一段时间呢，它有经过盐水啊，所以你看它还是一样雪白色的。係啊，唔會變色哈，香款啪啪的呀。哦，好吃哦！有没有听到我讲话已经两 Q 哈？因为呢，这个山药里面那个滑滑的黏液呢，把我的嘴巴都黏起来了。真的，厉害！
厉害，而且也是你刀工切的好。谢谢。好，两下是得两个细细长长的。温生这个好不好？山药卷饼。好，该呀给呢，地图包围了正经动在不，来吃吃看啦喽。哦，你喜欢啊？俺都不会压成饼皮啊，里面刚刚有剪过哎，有一些给这种你知道有点脆脆的感觉，一点点脆脆的感觉。各位呢，肉蛋呀给散油，吃的好像一个是比较刚，一个比较柔，刚柔合在一起的时候都同港咪，有感觉讲，伊很搭，味道很搭，很搭，很合我的胃口，很搭。用饼皮的细火烘剪到擦擦，木上啊，细腻瓜的黏硬、嫩果，老准备好嘅手把薯也条食材，切做一条一条。也得会买份，然后一系列米奶子，然后佢煎起來，食材簡單，口感又同沾到。撒下來，次次嘅長菜搭配米鹽飯，手把薯嘅湯，又會係用嘅本人想唔到嘅好味先呢。好好吃哦！冇聽慣哈？沒有，完全冇 Q 哎。這個拌的一個 Q 度啊，那吃了自己好像比吃果凍還要更 Q。含有啲山藥。好好好，這個山藥係用較調節的部分。俺老公講哦，這真的不一樣。剛才就有說到它的澱粉質比較高，你看它吃肉絲干它是粉粉的，因為煮夠哎，變到粉粉綿綿呢。我在猜啊，它要再煮久一點，它感覺會有點像芋頭哎。對，芋頭煮的鬆鬆那樣，所以它跟那個前一段不一樣，完全都沒有不一樣的感覺。真的。對，前一段很脆，這個很鬆軟。沒想到空調的那個山藥竟然調成了米烘，它真的是兩種口感，而且做得有冇空的煮法，吃起來的米頭感覺啊，完全不一樣。跟老給認識過後，你才知道要怎麼樣物盡其用。沒錯，你某點都用的吧？哎，都冇用慣不一樣，口感就不一樣了。對，啊，你們啊，看咱工藝當中全部臭哎，都要玩捉迷藏，是不是？係啊，一錢嘛，真的，係好，要玩個要浸哈，這麼容易，一個菜或者一個睇上就出來啊，容易就請到哎啊。环境地度啊，这里不单是吃东西让人家感觉很放松，很高黑。我也很羡慕像人家的都要到毕业上班，一听懂惬意。做嘛干你我偷都要到毕业，可是像你自己的城堡一样呢。哦，俩吼，讲起来都太少的把10年前，10年前的这家上工吼，俩土地某一胎上会种马该东西还好，可以种有机的东西，没有农药的，维护到小时候童年的时候，那大地的能量，今年跟大地的能量，今年一两年，好，你种马该，你都本你马该，好。不会去受到农药的破坏啊，拿有机那个化学肥料的破坏。我这个就是爱啉咖啡。哦，你愛喝咖啡？很愛喝咖啡。阿家公呢，他就很疼我，他就想說我搭個屋子給你賣咖啡，就這樣子啊。我覺得說，這樣好像很棒。有好朋友來啊，有很多的愛好咖啡的人進來，好，有個地方可以舒舒服服的坐下來。差不多2年，我冇喺度轉來。佢講你按樣買冇應對啦，佢講冇應對啦，講唔怕人愛掉感覺舒爽就好啊。佢講係讓你停手啦，佢就轉來，佢本來錯嘅設計。佢又轉來，佢又讓我掉吼，加了設計啦、看板啦，然後圖跟文字，佢就
动不法，动不下，还有上网络，嘿。哇，这个还有上你用的新的方式的行销，也就天数感用新的年轻一代的元素，对不对？讲起来很幸福，嘿，嘿，我妹的老阿孙的啊吼，记到啊，佢咪带出来带到医院去，啊，然后就该是给人家学校，啊，成年出来读，啊，我就讲哈，童年不能重来，哈，成年出来动换皮，啊，小猫小狗。真紧的动换皮，你就看到，嘿，看到一大批的叫，有没有全部好快乐？唐阿家婆用讲下来啊，我就是讲，就有的人喺度尝试地都会说讲，乜嘅东西都懂理偏，乜嘅东西就懂夹得嚟到。啊，不过啊，有一得就必有一失。喺度想下呢，虽然比起尝试地都冇按防偏，可是得到的这种快乐啊，我知道嘿。冇办法用钱买得到哎，冇咁做嘅。哦，我想哭哎，我好想再来想想。应该也是很辛苦的人吧？对啊，然后就是我觉得那种快乐真嘅没用钱做得算得出来耶。一家人吼，做得带乡下，真嘅係天下很幸福的事情，比什么比钱都好。真的，好烦。明珠好感谢。我拍了4年第一次哭哎。真的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好想嫁来乡下。真的啊？我们可以帮你介绍。是也没有那么急啦。种苏巴树对整体都舒适，大家细节都係動態嘅工廠。種嘅專家，佢哋從會變技術用嘅，仲係做得一關一關嘅行過去，成功嘅培育出當好嘅樹嘅。阿家婆對無痛農業嘅支持，對食材虔誠嘅信仰，本無卡人輕輕嘅強強下，深深嘅感動嘅我嘅心肝。13年食飯係嘗試生活地度嘅常態，貴無卡人共同享受小小嘅好美食。無論澎湃也係唔澎湃，都係清強嘅人生風景。齊齊嘅山藥又脆又酥軟，唔但將做得拿來做主食，切做西邊沙拉，也係攞其他嘅香菜果子搭配，變做煎餅，也係打做果子水，全部都同合適，咪係上人嘅好美食哦。接下來呢，民族帶領大家嚟採收冬瓜。呢個看起來圓圓滾滾又得人食嘅食材，經過熬人嘅烤熟過後，會變做乜嘅？本人食嚟會甜味嘅好料咧。嚟哩！我老祖媽媽又到一特別來前日嘅烏冬瓜，唔過呢，特別我來到安陽嘅大自然環境裡面，我超害怕的，冬瓜會有蟲嘅，要撒狗。不管了，豁出去。張媽媽在前面，你的前輩很記。Hello， 張媽媽。哎，沒做啥 Hello， 我來了。我來請你種那個烏的冬瓜，啊，你怎麼種在這邊？好像這都沒人管理一樣。呀，做唔得食晒草籽。哦。要做養生呢，啊，做唔得用農藥。哦。你這樣看到滿大像冇人樣誒。是哦。講閨蜜太子，菜體行人，親切發派。有客家媽媽樸實樂天嘅身體，因為是經過艱苦嘅年代，10年都了解讓嘅使用純透嘅食材，比不卡人做出一次又一次嘅好料。這個料理充滿了老兵人嘅智慧，老料理才情，聽送此菜嘅做出食油味都有嘅好美食哦。講嘅烏嘅冬瓜上都懂得人食，可是啊，你們看到講啲冬瓜全部臭誒，對要玩捉迷藏是不是？係啊，要請嗎？真的？係，好哦。我臭都要請嗎？我來請埋呢。係，好。要玩個油炸哈。這麼容易？我都臭，我等下骨頭上就出來啊。容易就請到誒啊！哎，你都來管你要假裝藏起來一下，假裝。空一輪呀！哎呦，媽媽，你太小看了，你太小看我了啦，那麼好找。倆臭掉那油好吃。這個就會不會冬瓜哦？倆都不會冬瓜。哇哦，是
来当地人食的，而且还用盐咕咕嘞，今天煮迄个有母的糜，真紧哦。啊，唔将按到母的冬瓜，哇！啊，唔伫个人讲按到嘛哈密瓜，对呀，冬秋还没瓜哎，哇！而且好特别哦，要种瓜的类的，啊，唔免爱那种比爬田的啊、抬田的，啊，你怎么这样种，它就直接这样掉的，因为这很重哎。啊，你啊，你迄他胖的，你那种下背有我个胖的，我爬得无去冲啊。嘿，没找妈妈，你看那个懒死，没了没有啦感冒人我都嘛免难死啦，那还蛮因为大部分感冒人都安尼。啊，做养生呢又比臭掉。哦，就比吃年神种啊，也是嘿啊。我现在可以直接来搞哈来看吗？好做的。对呀吗？哎留一些 detail 对不对哎？好，这上面是它的养分输送管这样子。出你咯。哎呦，啊，哦，哎，你看，重点点的耶！啊，不过那个冬瓜啊，底价个价是较便宜呐。啊，你做嘛偷那个落种又存唔到嘛个钱呢？所以要靠农民自己去想办法，去接受到天堂啊，开饭店。好，哦，唔会分中盘上去穿野手，啊，有个小摊贩吼，爱卖买到先发吼，要割条皮卖去，要卖条钱穿条钱来补贴家庭。像安用的不会冬瓜金是嘛个特别照顾吗？猎母的冬瓜较唔强，生日头较唔强水。你迄创的冬瓜要保护哦，要结膜。哦，古时候夹个生命力较强了。系夹皮较硬，生命力较保龄。我记住一般是跟那哎呀当归那个才是比较为了特别照顾的，是不是？再强晒强毒水。好。那总妈妈也到毕业还有做的菜熟的嘛？有啊，有试试。你本年这个套哦。好，两个条啊有9年哦，吼。好，来我们来去找找看这个。不用电啦，你得按样个套。我养不你调做啊？唔会啦。也得一看到就会防天初铺嘅环境地度，啥空間看唔到嘅嫌機都有。總媽媽對也已經太條嘅冬瓜，從係成行總係擂台用嘅，仲係做得強鬆嘅甜豆機。咁挨喏是從細嘅時節到全部遊戲用嘅，又歡喜又驚喜喲。看摘地冇摘地，你都摘。每次都做得咧，裡面有泡泡的呢。哎，上擺行到嘅膜哦，佢會沖熱膜啊？佢唔都冇料，冇裝機啊。哼，用個太太啲嚟刮下來將嘢嘛。動作會，哎呦，出到嘅呢。哎呦，你比佢咪比差唔多啊。所以講啊，做了生意要搶，人哋吼一個月嘅哦，冇要搶外啲安尼。啊，外啲是好咧。佢所以講了用膜哦。真嘅呢。佢保護家嘅，你看個膜忙，冬瓜忙熟，佢嘅膜。熱落啊，唔敢拔，蟲啊唔敢拔。咁你要記得帶下個數據嘅啊。我做冇帶將會安尼。啊，你要生意冇啊，會心疼。啊，冇了了農民做嘅辛苦，對哪來都會了點嘛。所以按用講嘅話，總媽媽，他這種膜係妹妹要保護佢自家。嘿，要保護佢本對身。所以講忙好摘嘅時候，冇強摘住嘅安尼。上輩嘅拍攝膜會出落去。哦，好，咁然之後過來請其他好冇？好。好。你們轉過去就好了。你們轉過去好嗎？擋到我們的 OK。找媽媽講，種冬瓜唔是動刀工，唔是燒雞、腌菜機器台，用米台嘅也係無乾嘅鹹蛋，有防寒、防曬，還有調節水氣嘅效果。無論係乜個品種嘅冬瓜，除咗做得用烤嘅方式來看佢熟一嘛，從係冬瓜蛋糕嘅粉變成咩冇變短呢？就表示冬瓜已經熟了哦。一瓶菜2種冬瓜米西都食得到。哦，好，咁你就加了同素先來準備食材，好不好？好嘞。好，按太條的冬瓜你要切，給我切是不是？好哦。好，用力。好，我來。哎呦，很脆哦。哎，好。哦，哎，等於老公講嘅腔用誒，當雜布嘅，係雜布，唔好人用泡泡啊呢。所以講市面上鮮我要的鮮。糖上鹽，對不對？好，像托西瓜用誒。好。哦。哎，你剛剛唔係講要種皮卡泡誒？
嘿，比母的冬瓜泡安尼。嘿，这母的冬瓜皮干干。我说一般小冬瓜，它唔免像小菜瓜一样用泡的哦。俺用唔惯。呵呵。按头白有做本人干什么？有啊。真的哦。种种好蔬白事，弄个做本人是啦。哦，pan走就错诶，俺爱比唔冇的。唔是啦，俺每一样错啦，每神也是啦。你那一下嘛下去呢，佢就分开来、散开来诶。而且好特别哦，真件是落去有嗰种像系整到绵绵的五味香味耶。我说给淑妮就给样子，然后给练下来了。你还冇吹跳做咯，落咯。啊，唔好让做同腔诶！哇，冬瓜的香味啊，它就走出来嘞，很香诶。好了，啊，对半泡。泡得几啊？呵呵。泡开了，人家有水稻拿到了。好，咁而家讲你出菜啊，系要先用亚嘅一般的冬瓜煲排骨汤。嘿。各位咧？煮了将又过母的冬瓜。哦，按功夫哦，哦，以后切嘞，水分当多吼，水分当多啊，而且切了还一当圆呢，嘿呀，种冬瓜就按用系么？冇啦，几个市面上很松哎，怎么会那么松啊？感觉像在切蛋糕哎。你做嘛做妈妈也好拿刀的天数么？因为佢头摆啊，喺做盘做的，看眼样手脚暗慢啊，佢已经剁唔掉的。西方人很好都真好嘞。哦，真嘅哦，好。無論係做嘅切地嘅薑麻，也係素隻香菇，全部都係走成老冬瓜，向下側側來齊齊嘅食材哦。啲台灣有越來越多嘅西港中人，堅持唔寫農藥，唔用一般人嘅種法。用友善嘅方式來種，土地未像有感覺樣嘅，竟提供本人清新甘甜、太調好食嘅好東西。呀，先不用嘛，該落去咧。薑麻先不用落去。先不用薑麻吼，不用到去薑麻。家下講嘅嘅薑麻做得比較社會落得你啊冬瓜較冷嘅，做得冷熱，做得向下來調和一下。啊，啥個人啊？排骨變落去咯。排骨變落去。煮較久咩吼？排骨較難煮啊，未出味啊。好。哦。哎，總媽媽，有沒有看到我們現在煮菜的時候還要台煲菜，給要台煲誒？這是你以前pan做家用的吧？我條哥用的唔係按洗雜，國客菜。真的？啊，個木炭木炭邊安裝。哦，佢好利用技術的拿哦。我嘛用技術。哈，像按用超夾夾的pan，自家會落去煮。我係即刻爆掉，而都冇先。我今日就搖搖半槍啊！好啊，加一2分鐘各位，全部冬瓜落一香菇，叫下冬瓜落香菇別落去。結果佢鹹起來就幾嘅。佢滾咗13-14分鐘誒。13-14分鐘誒。15分鐘。這麼精準啊！好，15分鐘得15分鐘，好了，不過鹹落起來。好 ，OK 啊，怎麼啊？等一下變到一個五味冬瓜地圖給大家看一下。呼，一個已經攞幾塊空嘅吼。啊，可是這那麼小個人煮。按台煲嘅同一種嘛嘅，你啊煮兩人份恁啊，兩底排骨，利用兩底，兩顏色的。就係那種啥色的呀？其他人就冇分的是。我嘅冬瓜撈佢流暢啲，到已經煸過一下嘅香菇排骨湯裝落去，含個青菜年起加添好食嘅食材，撒下來學做野出片菜飯，就係用張媽媽切格路嘅將冬瓜切做一塊一塊咧。老豬絞肉，薑蓉向下撈佢攪勻，啲切地嘅冬瓜蛋糕，放入到農場地度整到腍腍，冬瓜利濕結合，豬肉片皮不稀又滋養又好食咯。我說呀，個五味冬瓜，等下落去炒安尼哦。清的，炒的都清甜。而且做得了吃看都帶一個五味冬瓜五味味，應該會特別明顯，對不對？那邊香的部分別香料而用嘛？用香菇。各位薑絲。好，來。好，淋飲別下。淋飲了，好嘞。Hello。好啦，用冬瓜別下。冬瓜落來了，好。
下就好食嘅，好，等下比海。嘿，我落水冇？哎呦，拉水的水比好，起，拉一些水落去。好，好拉佢比海哦。我幾位咧？差不多1-2分呢，2一兩分分鐘咧。哦，家人就會打嘴鼓一下就好食。係啊。好，你今日按辛苦咧。好。哦，啊，民族的热西梅，按幸福咱大奖的又出头。好啦，時間到了哦，時間到了，做得嚟哦。哎，聊一來哦。聊起來了，好香哦。冬瓜削皮切底，撈香菇放下來炒，又香又甜，係我記憶地度世界世界從頭看到嘅創作料理。就啲倆時節，噴得鹽撈水氣嘅農場，透出來一層一層嘅清香，一種天然食材專有嘅味絲。簡單又平凡嘅料理，使本人想起專門卡食飯嘅熟路撈親切，家家來去食飯了。啊，你懂腔誒，又會種菜，啊煮誒又按澎湃誒。啊，都年日對，啊都那就是咱講，按照專來煮，很識看啊咧。現實看啊吼，係啊，剛才迄落一道味誒，迄一張嘢法，又本抽到凍皮哦。你聽臭人啊，冇人講從喺度本來肉。好啦，我從下本來本肉啊，因為啊個早晨你當係聽說，當係去摘嘅烏誒冬瓜啊，哎呀，真有批到烏誒香味誒。有啊，記得就是笨蛋都有。滿色豆就有批豆誒。吃看啊來吃看啊，等下邊冇哩。唔是啦，哎我每年當初啦，每筍嘅雪啦。好，吃看啊，也個用炒誒，但唱皮就有一些淡淡的烏誒香誒。食落去看又香喎。好，有乜粉粉的感覺誒？我都咱講冇冬瓜較粉。你都一下嘛下去呢，佢就分開來、散開來誒，而且好特別哦！一種冬瓜真件食落去有嗰種像係整到綿綿的烏誒香味誒。幾多笨蛋都冇味好多，都冇味冬瓜。唔但將喺米絲衝喺烏誒味頭，而家嗰種粉粉的感覺啊，真件食起來咪像烏誒，下嘛落去呢，佢就散開來誒。而且還發現到啊，剛剛你用你做的那個椴木香菇有沒有？用它炒嘅關係，故所嘅烏誒冬瓜底度，咪有一絲絲嘅個香菇嘅味絲誒。嘅小菇都較本來較香啊，哦，所以唔得老多啊，冇熱冬瓜俾個。你小比鹹體啊？鹹體冇冇冇。哇！大家應該當到人盲食過哦，也仲有烏誒香味嘅冬瓜冇想到。係嘛，落去係粉粉呢，甲蒸牛啊下依家我丟有些脆脆安尼感覺。好啦，兩個算是我們今天炸出來嘅主角吼，分打開來好冇？哦，行得充鹽呢，看到呀個烏誒冬瓜嘅筍紅啊，已經整到有一些透明狀了吼，呢度嘅料凍到吼。咱們喺 TVB 愛加料嘅係冇？唔係。大白就按用，大白就不用按豆料哦。我今年是都決定這個豆料。真的。配到啲冇冬瓜香無相關。哈哈，好，我先來試下個長嘅冬瓜嘅口感係樣辦。咬以後呀個冬瓜落去，感覺就會食得規半的痛，因為它把湯的精華都吸收進去了。而且都較太苦啦，加煲湯都一整。啊，唔過咧，從個冬瓜嘅口黑，有它的那個脆度。哎，你要食烏冬瓜翻啦。加椰出來烏冬瓜。T 嘅咬落去嘅口感是因為它比較 Q 一點，可能是因為我係熱嘅個外皮啊，特別用整咧，故所一咬下因為所以有一些 QQ 嘅感覺。啊，唔過咧咬下落去，而口感打開來，較粉，香港嘅亞式落去過後，我去甘肅啊。真嘅呢，都係最後衝到我屁股頭啊，全部都係烏嘅香味，都會分不清楚到底自己在吃冬瓜還是在吃芋頭。我都烏嘅冬瓜。真嘅，吃一個東西兩種東西都食得到。就媽媽老愛講，冬瓜算係涼性嘅，瓜肉撈湯對食療地度有清熱解渴嘅作用。韓國冬瓜中嘅形式
老海产搭配，也是帮路过嘅教育、崇拜，都是茶饭嘅食法，咪是老边人嘅养生哲学。一食过後，仲係唔夠黏，如果唔吃，都升級下後，拄好嘅清甜，一下嘅咪本安幾年嘅辛苦，以為價值。從細細都做農民做到緊，細細幾歲邊誒14歲都做農做到緊，14歲哦，國校嘅畢業添。迄講有的你們做工細細就按坎苦啊，那種。我做工就會自己有時候會怨嘆啊，做嘛，我感受到人嘅生命力量，你是很快樂的。啊，都賣命啊，啊都用啊忍耐啊，吼忍耐救到人嘅咧，啊你啊硬咩咩變到做農民快樂。咁你會知道講人那種快樂係對你當年啊，雖然講辛苦到農田上做些，可是你不覺得太自然當中沒給你一種力量？好像是可以，就像當一個日頭會出來咁樣那種力量跟希望嚟嘅。係啊，頭個老人醫講嘅，元氣都求財。元氣。係，都求財。氣係乜解氣咧？你莫笑莫客。哦，元的。係元的，元氣都要求財。我就希望講內面生嘅東西，我種嘅東西，來。補貼到嘅，安尼我工人嚟都過得的啊！也一路命命。真嘅咯，也過到。來嘅每弄台灣人我過嚟一塊。又有心球。誒，啊！了條事實大家都乖乖，一堂花，一認真，佢也唔會聽人哋講做按公主，啊！迄馬家己攏唔會，大家都一認真。我感覺我一滿足一快樂。就嘛，我今日以後，然後當做像我阿婆咁樣啊，人家講把我就疼一批嘅，跟人家講嘅像人家知足常樂啊，我就想到在鄉下的時候呢，種批搞完就是滴酒，對人家嘅生活我就感受到嗰種滴酒帶來你人生靜態嘅快樂啊！安尼每一生人，安尼每一生人，帶到較快樂嘅無夠過日。就像你今日快快樂樂。係咯。你交嘅朋友，喊你把我轉來分享。好啊。好。做媽媽嘅啲人生到快樂，從不看人咁樣按親切，農事做下嘅大細事情，做出已經融入到生活地度咧。佢唔照定一般嘅規矩做法。含較拄好嘅排解嘅，入樣團出嚴肅嘅氣氛，本現場大家都歡喜到奶唔得。料理從來就唔係冇變化嘅事情，一直到兩下，時而老記講起種東西，做菜，夾嘅木做地度，還係入得光芒，講吧還有難免嘅熱情，真切嘅生活的當下，就係夾嘅人生哲學。家婆一部看人，對於看所謂嘅未來開始，各個對自家強嘅兩份來付出，接近土地、關懷農民嘅心意來出發，經過設計嘅支持、關懷環境、珍惜資源嘅行通，各個都表達出也對對土地嘅重視。另外啊，堅持友善種植嘅種媽媽，本大眾搶菜果子都也對土地上來生長。佢對食材嘅金錢，就像佢對料理嘅堅持到信仰同樣。為了對美好嘅土地，眾人按樣嘅來，按樣嘅去，真正地看到又強又無少無力嘅生活明顯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週後面是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